其實咧，做演員咧最享受就係嗰個過程。即係我身為演員咧，不論舞台也好，電視也好，喜歡做戲嘅演員咧，一定係我覺得好甘心情願去經過呢個經歷嘅。我覺得冼景元導演係佢有一個超前嗰個思想，一般嘅電影都係90分鐘㗎嘛。咁但係呢一套電影係差唔多180分鐘。因為而家大家睇嘅電影都好多時都係超過2個小時，即係有超前嘅思維咧，係諗到未來嘅電影業都會可能會拍啲戲咧係3個小時以上嘅。我作為電影嘅工作人員一份子咧，我就好開心，都好榮耀咧，係能夠參與呢個制度。係喺當年30幾年前係未有電腦特技嘅時候咧，係可以喺千軍萬馬裏面喺最多人一個4000嘅一個場面係做到呢個效果出嚟咧，係一個工作人員一個嘅心血努力，甚至乎可以話咧係用佢生命係用出嚟完成嘅作品。呢幾年攞金像獎攞到手軟嘅一個金像攝影師，都係我哋嘅工作人員都係香港好嘅去參與呢啲嘅。當時呢套戲嘅所有美術啦、佈景啦、道具咧，好多攝影嘅角度帶到所有嘅觀眾可以即係還原翻當時嘅歷史嘅情況。咁我哋就同江道海啦呢套戲嘅動作指導即係傾下啦。我記得我睇嘅時候咧，睇到哇哇聲。咁好多得嗰陣嘅部隊俾我哋嘅支持。最少人嗰500個已經大家好開心啦！哇，今日咁少人嘅，咁最多係4000。咁我哋成個戲咧統計幾乎用咗10萬人次嘅部隊係幫我哋拍攝。咁我哋拍嗰啲，因為喺嗰個年代冇電腦特技，所有嘅都係手工製造，所有都係真材實料。等一陣你哋會睇到嗰啲火工啊、水工啊嗰啲，全部都係真人真事。